埃个是我欧洲之行前6日天住个旅馆。哟，大堂版蛮灵的，侪是你今朝困觉个地方有点阿拉不错啊。隐隐约约会有女士的味道，还是想到房间里去看看，这地板也臭脱的。哦，危害了，危害了！一只房间是你住的现在最大个，哪大个家？哎哟，那没40分里个家，好个要地浪向太几哇！还到外面大镜子嘞，今朝中午还傻傻腻腻个站一站来自一个礼拜长，倒比分倒出来，胸部也分飙下去。我个脚算凶得了死，我来你猜别去猜的，大概你分不你3分。哎，阿有上一上来，哟，get out！哎哟，真个真假好，种过来人是阿有素质个啦。外头围着阳台嘞，欣赏欣赏。哎哟，还是后劲旺嘞！远见买过去，侪是一只3针的展牌，雷神哦，青山绿水，湖光山色，记忆公榜。埃个侪是自媒体带拨我个一切。退休工资3天4，这还等了屋里吃白浪汤，外头冷飕飕，还算真气吧。现在你还去看一只海城世界浪向最难过的点数，风雨尴尬，地浪汤汤子，看了2万块洋钿抽脱的面浪向，这还往前头追。头皮硬硬还要往前头冲，悲伤的狮子，一根断脱个尖，但是朝了这个肩高浪向，搿只篮球衫往了山洞里向蹬死。17世纪个财市穷得汤汤地，老百姓寻不着工作，这还到法国去当雇佣军。少人出动地，受得少人冒命。大革命办法，700多个财市雇佣军，为之法国国王英勇踏浪，不为信仰，不为国家，不为抗洪救灾，点着狮子让得看看，为之动地拍头颅，洒热血，是啥个和尚？值得庆幸的是，现在的财市已经成为世界浪向最富裕的国家。来自敦士登端，3万多人口，160平方公里，地下山岗来上脱一个免费厕所，擦脱一场免费水，蹬脱一袋免费汤，再予以你个单次1元。来自敦士登的蓝图，原来住了山顶浪向的城板里向。还有啥君子立现在，三家下的人马上努力当八板一样，一想一活塞，一想一安置。到了才是眼发间卫生最嗨。上班哪哈办？空关了还为1日管理费，1不做2不休，说叫当农家乐，见得出得起面。谁还到山顶浪向去撒一撒欧洲贵族生活个人？不管你是黑人白人，地府繁华语还是平和中农，这人彩票不认人。